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30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伫今仔日增加642个本土病例，中重症人数出现一日相关的数字468人，另外到6月底进程也是爱挂水暗。指挥中心宣布，对6月初开始，伫6都会设大型的移动疫苗注射站。另外，今早起还佫一批33万单 BNT 移动疫苗送到台湾。过去发售政策案今仔日早起伫立法议会三读通过，国民党批评讲，民进党是替单水边的国务机要会拄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642个本土病例，虽然这病例数有较减少寡，不过这中重症的人数却是出现一日上界悬的数字468人，另外死亡人数也有109例。也讲到咱的本土疫情继续伫咧滚价，今早起也有一批33万单 BNT 移动疫苗送到台湾。指挥中心宣布，对6月初开始，伫6都会设大型的移动疫苗注射站。国内新冠本土疫情各降回18天前的水准，38日新增加60042例本土病例，另外以新北市新增加1万多例上多，高雄、台中、桃园甲台北拢已降到1万例以下。不过中重症新增加468例，创史上一天内底新冠的纪录，死亡有109例。那在这个109例的死亡个案里面，106例是有慢性疾病，那71人是没有打满3剂的疫苗，那其中没有打任何1剂疫苗的是占43位哈。中重症个案内底有3个囡仔，家在拢顺利出院啊，包含一个1岁查某囡仔，5月初因为发烧救菌送急诊，检查发现有鼻瘤毒感染，经过治疗了后已经出院。还有一个4岁查甫囡仔无慢性病史，5月中因为吐、发烧、救菌送急诊，检查是有脑炎的现象，即阵也出院，伫厝照护中。还有一个是5岁查甫囡仔，也是无慢性病史，相关是因为发烧、救菌送病院，检查有小可脑水肿，大医3天也出院啊。累积的这个儿童的重症个案目前是总计25例哈，那里面有14例是属于脑炎的部分。那脑炎当中呢，虽然说有5位小朋友不幸过世，不过其余的这个9位的小朋友当中哈，8位都已经有顺利的病况改善。本土疫情一直拖，愈来愈多家长带囡仔去输疫苗。30早起又上新一批33万1200剂辉瑞儿童的疫苗到台湾。为了加速儿童疫苗注射，指挥中心宣布，6月初开始会在6都开设大型的疫苗注射站，包含台北自由矿场、新北棒球车站、桃园巨蛋体育馆、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台南市立图书馆总馆，也有高雄展览馆。下个礼拜因为有连假。所以爸爸妈妈可能又更担心了哈。那所以在这我们就在6月1号起，设立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接种站，那更方便，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最近本土的确诊数有下降，外界关心是不是代表疫情有较低？但是中坦白讲，这要来临的5日水，互大家惊搁爱，因为人开来去去，若是5日水过了后，疫情有稳定，6月中旬疫情下降是有可能的。另外，边境检疫天数放宽，会考虑来缩短时间，也毋过未入境免隔离，也佫有为着兼顾防疫、经济甲社会运作，现行挂嘴炎这防疫做法会继续到6月30。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高雄甲台中的确诊人数拢排伫咧第2、第3关。另外，台南的成大病院也讲，最近来急诊人数平永过，搁较侪，差不多是增加1-2倍。也因为这中重症人数增加，医疗量能是要用较紧绷啊。另外，伫高雄的民生病院也有护理师去投诉，讲因负压隔离病房的设备是不足，增加护理师的感染风险。救护车伫大街小巷一直走，31天全台6万多例确诊病例，高雄8300多例，台中7500多例，排名全国第2甲第3关，敢若输新北。中南部也出现医疗量能真暗的现象。以台南的成大病院为例，用新竹确诊的政策实施了后，急诊人数甲过去尖峰来比较增加1-2倍。开出来这个床数呢，是几乎全满的哈。那我们甚至要启动到像各位所了解的有些并不是内科或感染科、胸腔科的医师呢，也要加入这样的一个战局了哈。有诶，无诶，拢伫内底你等啊，人比较多一点。成大讲收治的病人中重症人数慢慢增加，原来医疗量能员工满载，也烦恼疫情继续清悬，中重症人数增加。
会有病院亲像北部进行医疗放弃。副总统赖清德也对中部疫情提出警讯。英国卫福部台南边防治医疗网中区指挥官黄国斌认为，台湾是一日生活区，推估上最像即阵的病例数，只是中南部医疗量能相对无度甲北部来比，疫情加重医护的负担，也高雄的基层是真不满。市立民生病院有护理师写文章，指控院内负压病房，敢若用塑胶布甲护理站甲病房来隔开，无做好管控。也有护理人员甲病人的比例1:10，超过政府所公告的1:7。应该有负压的时候，你没有给他用负压，你用这样子塑胶的一个这个塑胶布的一个隔离，其实对于护理人员来讲还是有风险。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正式有会员反映，呼吁病院要重视基层的权益。英国市府甲病院讲无这项指控。一般的专责病房它是属于在通风，还有在内部感控以及在气体流通上面有固定的一些过滤，那这些都符合在定期检测还有定期辅导的一个标准里面。病院强调，专职病房设置符合规定，也有感染科医师指导监督。指控相片是专职病房，不是负压隔离病房。另外，专职病房的工作人员也可以适当的防护装备。记者综合报道。南部地区的疫情是当日压悬，这医疗量能也愈来愈严。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南区的专职病房，有这负压隔离病房只剩28.8%通可使用，也是唯一无超过3成的区域，就要进一步增加医疗量能。目前也当咧研究讲，这CT等27到30个患者会当提早解除隔离措施，也会授权予病院家己决定敢要提早解除隔离。甲病人送到急诊室落车了后，穿着防护衫的工作人员开始消毒救护车，每一个所在拢要消毒过。高雄市的确诊病例数已经连续几天比台北市较多，有民众伫顶礼拜六带确诊的爸母到高医的急诊室，验过对问诊到提药等6点外钟才离开。过程中也看到讲查某人抱着拢已经软到的红椅啊，等2点钟也未看到，互伊感觉是真唔甘。距离至少20-30公尺以上都可以听得到。妈妈在那边嚎哭，说谁来救救我的小孩？谁来救救我的小孩？不到1岁，呼吸窘迫那可能需要插管，这是属于重症的个案。所以在我们急诊室现场在处理这个个案的时候，就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心力。疫情严重之下，未少长照机构住民登记在床，行动不方便，加上免疫力较低，为着人数也得咧清悬。指挥中心观察，到5月28，全国总共1018件长照机构出现互相社会确诊，包含10724名的住民，4020名工作人员确诊。有南部的长照机构就讲，未少照顾员伫照顾亲近确诊住民了后，虽然家己检查依然是阴性，不过也是唔敢登去厝的，话咧讲厝内底人会去话着。他也很愿意付出，可是他变成他不敢回家，那他就住在我们这个机构里面。那这时候对同仁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随着国内疫情慢慢往南部来转移，南部地区的医疗量能也是愈来愈严。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今全国专职甲负压隔离病床数有13591床，空床数是5520床，空床率是40.6%。严格甲其他地区来比较，南部地区的空床率无到3成，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所在。从5月19号到5月30号，那收治人数从538人成长到889。那就是收住院的人有在持续增加，那开设数也有增加了大概1成多了。为了进一步增加医疗量能，陈时中讲，正伫研究放宽CT值27到30个病人，会使根据症状、住院天数者提前来解除隔离，来空出更加多的病床，也考虑予病院家己决定是否发度解除隔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按算6月初6就要恢复去学校上课，不过家长也烦恼讲，这5岁到11岁囡仔，有的是有注疫苗，有的无注，敢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呢？郭文哲表示讲，大方向已经决定，敢要再增加几工仔的线顶教学，会搁再考虑，会互学校存久的空间。另外，指挥中心要设大型疫苗注射站，双方2位市长拢讲，因拢无收到通知。最近国内学生囡仔陆续注疫苗，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计划伫6月初6恢复正常实体上课。不过，复课消息一日公开了后，引起部分家长的烦恼。5至11岁细汉囡仔，敢若注一支疫苗，6月初3进前注完，3天后敢会当产生抗体力？等下到校园实体上课，是不是会增加风险？国高中没有问题的，小学跟幼稚园我内部还有在讨论，原则是这样。
那我们大概一个程度上还给每个学校有它一个弹性。郭文德强调，原则上6月初6恢复实体上课，不过是毋是爱个宽限规工啊？稳固你上课再个考虑，这会互学校一定的程度春秋。也有议员质疑台北市的儿童疫苗注射率伫6都内底排上尾，敢若占14.4%。6月初3进前，是毋是有可能伫病院设立绿色通道，互学生囡仔会当赶紧注疫苗？几乎都在学校里面了，所以我还是主张用学校的系统打就好，这样才会效率最高。是说学校打完了，你其他的才去诊所来医院。中央宣布6月初1开始，6都加开大型的儿童疫苗注射站。台北市设伫的自由广场，新北设伫的板桥车站。新北市回应并无通知，郭文德也坦白讲无收到通知。到此刻为止没有接到任何正式通知，不管口头或书面。这个很白痴的命令。很白痴的命令。命令怎么说？我都在学校打完了，他要干什么？郭文德强调，无可能加全台北市的国小学生囡仔集中去中正纪念堂注疫苗，应该以校园注射为主。副市长黄珊珊也坦白讲，自由广场有一寡快筛阳性的民众，无建议囡仔来这个所在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咱即马国内若准是快筛阳性，经过医生认定，就会当当作是确诊咯。不过民众反映讲，已经出现镜头说一直是快筛阴性，就台大医生建议讲，会当参考外国研究，伫鼻孔一个然后拢做一个采检，准确度会当挖近到9成，也会当赶紧把这感染者找出来量查治疗。新冠本土疫情进入高原期，社区也有传播风险。最近有民众发现家己出现咽喉疼的症头，不过快筛6届拢阴性，后来早阳性确诊。有医师是讲，敢若用1份快筛剂的敏感度敢若7成，建议参考国外研究，使用2份快筛，分别采用鼻仔甲咽喉的检体，会当有效提升筛检的准确度，达到8%，通争取量早确诊、量早用药的时机。病毒可能是从喉咙这地方开始。那在加拿大，他们也实验，如果单采喉咙的话，也是大概只有70%左右，所以还是要双采呢，才能够维持到80%。李建忠表示，Omicron上介大的特色都是先攻击咽喉，一寡患者咽喉亲像倒挂共款正疼，不过讲家己流鼻水的人无偌济，快筛若是敢若为鼻仔验，真有可能无验到病毒量上悬的咽喉，所以建议推广鼻仔甲咽喉拢验，通降低社区无验到的人。累计今年以来，国内确诊人数已经达到186.4万人，有1312人重症死亡。专家估计，这届死亡人数应该在6月中开始降低。今天30号再加1个礼拜，差不多是6月5号左右。那6月5号左右假如说我们病例数可以开始下降的时候，10天以后。10天以后，我们的死亡率就会下降。若是有医师建议，当时验鼻仔甲咽喉，确诊是毋是感染新冠病毒？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无反对民众来试，不过爱注意捂咽喉的时阵，尤其是囡仔一定爱真细致，惊讲伤深会想要吐。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热天的电钱计算，对6月初1开始要施行咯。台电表示讲，逐个月用电120度以下的有360万户，电钱是袂受到影响。若做用电用超过120度，这一度电就变做是2.300块。台电也表示讲，这天气开始变热，用电量会大大增加，认为这热天的用电高峰会再创历史的新高。下个月开始的话，几乎可能会开超过20个小时。天气是湿湿搁沤翕，不少民众已经开始吹冷气。不过为后日开始，6月初1算电钱的方式会调整做热人的电钱，用电用真伤的感受是上深。我们是营业用电一个月是大概5、6千，7月、8月、9月、10月这4个月的话，都会超过1万块。热人的电钱是采累进的费率，分做6个坎级。每一个月用电伫120度以下的，差不多有360万户，一度电是1.63块，电钱未受到影响。也若第2坎121度到330度，一度电是起0.28块，变做2.38块，影响差不多497万户。也若一个月用331度至500度的，一度电是3.52块。另外上悬坎的用电若超过1000度，一度电都要6.41块，不过占整体用电户无到3%。那真正因为这个下月电价价格调高的部分呢，大概只有124块。即马温度愈来愈悬，用电量嘛在咧增加。5月30全台湾的用电量到下晡3点半为止，用電量達到3579.8萬千瓦，發電的機組使用率超過90%。不過尖峰的備轉用量率
估计还佫有10%以上。在5月底以前呢，大概有95%的机组呢，都能够归队，大概都可以达在10%以上。不过，也未进入热人算电池的方式，气象局就发布高温的特报。全台湾上悬温出现伫咧台东关金峰乡甲太麻里乡，中昼拢出现38度的高温。气象专家预估，5日节了后温度是会愈来愈高。但是随着全球暖化越来越剧烈，这个以台北市来说的话，超过40度是指日可待的。台电预估，今年热人尖峰用电量预估会破历史的纪录，下头一届超过4000万千瓦。不过好消息是，再生能源已经小连续加入供电。另外，今年的水情袂歹，水力发电会重新倒转来到供电。台电认为讲，今年热人供电应该是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4月中的时阵，伫中和有一个2岁查甫囡仔确诊了后，煞变出重症，落要送到病院，也是救无回来。今仔日囡仔老爸就出面要求新北市政府爱互因做爸母的一个交代，为虾米会去牵着这黄金救援时间，但救护车等80分钟才到位？新北市副市长刘浩然强调，一定会整理好相关的资料，针对家长的需求来做回应。另外，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含指挥中心较有牵连的，就是1922，因拢有照规定，把这电话卡来弄录音，这录音档案会保留1年，民众会当摕证件来做申请。穿着红色的顶衫，笑眯眯，真古锥。这是2岁查甫囡仔恩恩出来的人家境的上届古锥相片。4月中，林先生确诊新冠肺炎，伫新竹隔离。伊的太太甲大汉查某囝以及恩恩是伫中和隔离，也拢确诊发烧。事发4月就是迄天，恩恩出现人拢毋知人，也有救援者症状，阿某2个人真着急，连续敲中和卫生所1922，最后求助119消防局，控诉互恩恩等81分钟才坐到救护车。第一通拨通之后，为什么到7点20分救护车才有办法到达我的家里来？这个时间算起来实在很漫长，中间81分钟的等待。因为隔离，连最后拢无法度好好来看囡仔一面。办完后事，整理心情，林先生对电信公司调出迄天所有的通联记录，要来查清责任。也不想到这1个月以来的心情，伊原感觉是真自责。在离世当天，其实他就一个孤零零坐着礼仪车的车，就离开双河去羽化了。我们没有办法亲自送他。林先生伫2月寄予新北市府甲疾管署公开资料申请书，希望幸福因家庭一个真相，也希望讲伫这波疫情之下，莫阁有一个恩恩来出现。对此，新北市副市长刘浩然强调，一定要整理好相关的资料，针对这个家庭的需求来做回应。不管是1922我们的卫生局、卫生所，或是我们的这个消防局，都依照规范在进行哈。所以家长可能现在还是有很多疑问要了解，我想收到过后，我们一定会依照家长的提的需求，我们会做回应。1922我们基本上都有录音存档，都有录音存档。那不过我们大概保留1年，所以在1年内的事件，民众都可以来调。但市长也说明，1922录音档拢有保存1年的时间，民众提本人相关的证明文件，就使向疾管署也是1922的客服中心来调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东港有一个姓柯的查甫人，可能含老母拢确诊，压力真大，就甲79岁中风的老母对2楼露台车落去。这个查甫人落尾也是跳楼，老母亲呢是重伤，送到病院是救无回来。这个查甫人只有皮肉伤尔。这个查甫人照顾伊的行动，行动无方便的妈妈30年啊，2个人相依为命。为什么会做这款的代志呢？目前警方也正在调查。救护人员赶紧甲79岁负责人送病院，不过因为伤了伤过严重，所以救无回来。边仔姓柯的查甫人是轻伤。经过警察的了解，因发现这个负责人会摔落楼骹，甲杀的都是因后生。因长期照顾行动不便高龄母亲，又双双染疫，为求解脱，才会将母亲自2楼阳台往下推。家属提出相片，一个79岁阿嬷，因为气管有插管，家内当倒伫眠床的。该照顾的就是这个姓柯的查甫人，也就是这个负责人的慢囝。这个姓柯的男性因过生女讲，因阿舅照顾这个中风的老母已经30年啊，无任何怨言。不过压力确实是伤大。长期他这样照顾真的很累，又要照顾小朋友，又要照顾老人，他完全没有办法工作啦。
确诊之后，不知道会变成怎样，我很紧张。破病30-40年拢伊咧国家有效。厝边头尾讲，这个姓寇的查甫人，因老母是行动无方便，不过一直拢足尽心地甲照顾，实在是无法度相信讲伊甲因老母车落楼骹。遐那屏东县府表示，这个阿嬷有身障手册，嘛有领中介收入老人生活津贴。这个姓寇的查甫人是伊第4后生，嘛是班囝，主要拢是伊咧甲伊照顾。嘛有申请长照居家服务，这个月25，伊甲照护员讲，伊甲老母身体无啥爽快，想要到快筛了后，两个人拢确诊。那经评估，他是失能最重的是第8级的一个服务案件哈。家属在去年其实也都有使用喘息的服务。这个姓寇的查甫人甲警方讲，伊甲因老母确诊了后，压力是足大的，想要做伙解决拄到的问题。虽然家属一直拜托司法会当破较轻的。不过，因为这涉及刑法的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警方审查了后，法官予伊5万块交保。不过，因为伊无钱通好纳，落尾也是裁定收押。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民众确诊的隔离通知书到今还未收到，不过所谓健康证明有增加一个功能，就是通知书会当伫系统顶头补发。离6进前确诊还未摕到通知书，或者是日期过后确诊过3天还未收到，民众都会当去系统申请。30开始上线到今仔下晡5点，已经超过16000人去登记补发了。确诊数一直增加，进前民众为着要摕到隔离通知书，伫卫生所外口排甲落长，引起民怨。面对通知书大塞车的状况，行政院25开始提供线顶开立，30补发功能嘛上线。便若是伫5月初1到26确诊，还未摕到电子隔离书，还佫有27开始确诊3天内无摕到通知书的民众，拢会当申请。比如说手机号码啦，或是这个住址的地方，不是格式不是很对还有没有取得这个电子隔离通知书的民众，那能够利用我们这个系统来申请补发，那以降低我们第一线行政人员的负担。政务委员唐凤嘛伫记者会顶悬解说安怎来使用功能，手机啊点开健保快易通也是网站，伫所谓健康证明内底都有申请补发通知书的选项，填写正确的地址和个人的资料，安尼就会当来申请下载，嘛会当到超商来列印，刷落去嘛会规划接触者隔离通知书补发功能。大概都会有一些补登补填的这样的需求，所以今天这个止格书补发上线之后，那我们紧接着就会来规划这个补登跟补下载接触者的隔离通知书的这个功能。根据行政院统计，目前差不多有确诊者2成是自主回报系统资料填写无完全，也是讲错误；2成5是发散感情无填写到，所以顺利摕到隔离通知书的敢若5成5。估计有50万人无收到，呼吁大家会当加来利用。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政府27有公告，除了中央政府针对6岁以下发顾及快筛试剂以外，台中市针对2岁到12岁会阁加发2支，对30开始会当去到里长办公室领快筛试剂。不过有里长伫咧埋怨讲，宣布是反宣布啊，这名册甲快筛试剂也无送到位，民众要来领无，还影响嘛？里长办公室的电话响袂停，有真侪通拢是敲来问台中市府发的快筛试剂要安怎领，嘛有袂少等袂落去的民众直接冲到里长办公室来问。我在那个电视上都看到。对啊，因为他就时间一改再改啦，所以就不好意思让你没有跑上。民众实在真着急，因为台中市府宣布，除了即马全台6岁以下全面发5份快筛，市府搁再针对2岁至12岁适户籍伫台中的囡仔，追加一个人发2份快筛。30开始，除了4大管道以外，家己照顾囡仔的人嘛会当透过里长办公室来领。不过已经到要发放的日子啊，煞有真侪民众拢无领到。很奇怪啊，就是步骤都不同，就会让我们人民啊，做父母的也很担心呐。30号由他们先去做作业，然后之后改31号才有名册出来，实际让民众拿到，或许可能已经是6月1号或2号的事情了。里长讲实在真无奈，除了安大民众，嘛敢若会当留因的联络方式，等快筛试剂送到位了后，再个通知因来领。不过嘛，承受袂少家长的不满甲压力，市府民政局表示已经加速咧处理。
这个名册跟筛剂，我们会在后天，也就是5月31号，下到各公所。市府表示，因为快筛试剂交会甲配发的流程签到，而且列名单嘛需要时间，按算5月31才会当完成。虽然强调已经加速咧处理，不过政策甲第一线超无好势，也是引起不少怨言。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巴西东北部对顶礼拜5开始，这雨势就袂停，甚至引起水崩山。当地真侪人家厝去互大水冲甲放弃。伫咧当地自到下晡6点为止，已经造成79个人死亡，60人失踪，要到7000人是有路无厝。当地投入上千名救灾人员搜救。这也是巴西今年第4届做大水，到目前为止有上百人因为水灾来牺牲。青年军山阿兵哥徛伫互大水冲歹，徛伫头前，指挥重型机械甲土乌走。巴西东北部27开始一直落大雨，互当地波南布科州甲阿拉戈斯州发生严重的土石流灾情，其中波南布科的雷西菲灾情上严重。Aí desabou pela segunda vez. Aí foi quando que desabou pela segunda vez que derrubou a casa da vizinha toda. Aí morreu a família, morreu o pai, morreu os 2 filhos, morreu a esposa. 当地真侪徛家，互大水冲歹去，甲受到土石流侵蚀。到当地2到下晡6点为止，至少有79个人死亡，超过56个人失踪，还佫有将近4000人无厝通转去。互当局紧急动用快艇甲直升机，到1200名救援人员救灾，嘛安置避难的灾民。其中有真侪学校正做临时的避难中心。O Ministério da Cidadania integra o Sistema de Proteção e Defesa Civil Nacional, no primeiro momento, auxiliando, e provendo os alojamentos provisórios para todas as famílias que elas encontram-se desalojadas ou desabrigadas. 伫咧阿拉戈斯的地方政府已经宣布33个社区进入紧急状态，这是巴西今年以来第4届做大水。先是1月初巴伊亚做大水，了后伫1月底圣保罗甲2月中的里约，整个累计有数百人罹难。外国媒体分析，巴西真侪地区的城市规划真乱，徛个建立伫真够受土地甲土石流影响的地区，所以发生大雨的时阵，就真够引起要致人命的大水甲土石流。敢若是波南布科，都有32000个家庭生活伫第一敏感地区。巴西总统波索纳罗2号嘛伫个人的推特面顶表示，会伫32起雷西菲视察灾情，目前会派武装部队甲地区发展机构去灾区救援。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伫咧尼泊尔，昨有一台细只无人机拄起飞无偌久就失去联络，摔伫咧北部的穆斯唐地区。无人机顶头22个人，目前有找到一部分人的遗体。另外，伫印尼也发生一桩船难，船顶42名旅客，到今还有25个人是找袂到的。画面这只飞行机是摔甲脆鼓鼓，乘客物件伫咧山壁是压甲规世界。尼泊尔军方早起证实，前一天失去联络的塔拉航空小型客机已经发生事故，伫北部的穆斯唐地区。प्राप्त भएको तस्बिरलाई केही एनालाइसिस गर्दाखेरि जहाँ चाहिँ आगो नलागेको देखियो र सबै यत्रतत्र छरपष्ट भएको अवस्था छ र त्यो एकैचोटि उसमा के अरे त्यो हिल पहाडमा ढुङ्गाको पहाडमा गएर ड्याममा ठोकिएको र 一只载19个乘客甲3个机组人员的双引擎客机，伫当地时间礼拜早起9点55分，为加德满都西边125公里的普卡拉起飞。按算伫咧25分钟了后，就到西北部的登山圣地乔姆松。想袂到起飞15分钟了后，就失去联络。也若搜救任务，嘛捌因为天气伤歹，果不离中都要暂停。 त्यसमा चाहिँ 19 जना प्यासेन्जरहरू मध्येमा चाहिँ 2 जना जर्मन नागरिकहरू हुनुहुन्छ, 4 जना इन्डियन सिटिजन हुनुहुन्छ र बाँकी 13 जना चाहिँ नेपाली नागरिकहरू हुनुहुन्छ। अहिलेसम्मको हाम्रो इन्फर्मेसन चाहिँ त्यही छ र अहिले पोखराबाट जुमसुमको लागि उद्धारको लागि गएको हेलिकप्टर मिसिङ साइटको लागि खोज्नको लागि गएको हेलिकप्टर पनि वेदर बिग्रेको कारण फर्केको अवस्था छ। 伫尼泊尔的境内有8粒8000公尺以上的山，包括世界上上界悬的山珠穆朗玛峰。 伫山区之间需要细只飞行机来接驳，不过关山的天气是化变就变，加上地形真夹，要到位是真恶，这会拢增加搜救的困难度。目前已经伫事故的现场找到14具遗体。镜头来看印尼，有关当局伫礼拜为空中持续进行搜救的任务，因为26伫南苏拉威西县附近的海峡，有一只游览船丙船船沉落海底，连贯42个乘客拢落落水底，其中有17个人去互经过的船救起来。 不过，要求25个人下落不明，互救起来的人有的互送去收容所，有的是甲亲人团圆，因的心情是真激动。
Kita tidak terlalu tahu penumpang yang mana lagi ini. Kenapa? Karena ombak itu 2,5 meter sampai 3 meter. Apalagi kencang angin, kemudian hujannya juga deras. Jadi kita tidak terlalu perhatikan. 目前初步的调查发现讲，事故的原因可能是迄当阵天气伤歹，抑个游览船已经无油啊。印尼是群岛的国家，民众直接用船啊做交通的工具，不过嘛因为安尼称在传出标准的意外。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开始访问南太平洋，这动作互看做是要来对抗美国的印太战略。王毅30日伫斐济甲太平洋10岛国的外交部长举行会议，本地拢认为讲中国会甲这寡国家达成安全合作协议。不过外国媒体却报道讲无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讲这寡国家伫咧美中抗争之下，因无想要徛五边。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访南太平洋，30日斐济，并且甲10个太平洋岛国外长举行会议。这摆会议传出中国有意亲像中苏协议同款，甲太平洋岛国也达成警务甲安全这领域的合作协议，引发外界烦恼。不过，欧洲媒体报道会议结束了后，各国并无甲中国签署共同协议。And I urge the media who have intensely covered this visit to rise above the political punditry. And put a focus on how we can solve these challenges together. 近来有些人士质疑中国为什么如此积极的支持和帮助太平洋的岛国。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王毅强调，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支持是全球性的。解说讲清，外界对着中国想要在印太地区结盟对抗美国的积极。不过，这摆太平洋岛国会议无签署协议，并且无达成共识。学者分析，凸显太平洋岛国无想要在美中激烈竞争的选徛到一边。 南太也很清楚，就是说，中国的作为，美国要做什么，澳洲，我想这些南太平洋国家也都很清楚，他们现在处在美中竞争的这个夹缝里面，所以。 我相信他们也很了解，就尽量不要去所谓的选边吧。张秋华分析，太平洋岛国即阵采取甲美中拢维持合作态势，中国以经济攻势提供好处予太平洋岛国，也对咱在南太平洋友邦造成压力，这点要注意。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2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 ADI 里，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 中国军事动作不断，30世纪后公布记录着强军18摆进入西南空域，敢若比顶一摆相关的23摆较少一点嘛。空军一直公布来距离，可能甲这军的辽宁舰联合演训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法修正草案伫民进党立委人数优势之下，今早起伫立法院会3读通过。国民党团批评执政党替前总统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度罪化。不过，民进党团也强调，袂使替特别费案件修法解套，说留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无处理，这也是转型正义的一部分。 提塑胶杯仔水弹对主席台，国民党立委不满民进党立法党团用人数优势，三读会计法第99条之一，为前总统陈水扁国务机要费案杜罪。民进党立委也用二帮架杯仔水冻落来。不过，议场头前的国父孙中山先生话上也是讲一空，有部分直接讲到身躯。民进党立委落地前向前协调，双方发生冲突。 会议主席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继续议程，在混乱中完成表决，57票赞成，32票反对，完成三读批示。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会计法第99条之1条文修正通过。在野党团表达不满，质疑民进党为个案修法。过去特别费的修法是在乱搞，现在国务机要费的修法也是在乱搞，这都是一个个案的修法。 今天是立法院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最黑暗的一天，为个别修法，尤其在疫情这么高峰的时候，国民党团表达最严厉的抗议。 时代党团也要求执政党爱公开会议的，并由行政院长依照宪法的规定对本案提请立法院复议。不过，民进党团强调，这是历史共业，国务机要费都是特别费，袂当干那有特别费案修法。前总统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案煞无处理。国务机要费和特别费，事实上都是历史工业，都是转移正义的一环。
这个是一个法律公平性的问题。三读通过的法案内容提起民国95年12月31日进前，各机关自用的国务机要费、特别费，相关人员债务责任拢做回解除，无追究伊的行政甲民事责任。立足牵涉到刑事责任无法，但水边对这件代志简单的回应，洪来岛案平反等38年，国务机要费案拄罪16年。当地审理国务机要费相关案件的台湾高等法院表示，听候总统公布修正案有效了后，合议庭就会斟酌相关事实甲法律的适用，依法审理。记者综合报道。5月30促转会就要结束运作啊！代理主委叶凤玲表示，促转会任务结束无代表转型正义的结束，颠倒是新阶段的开始。未来业务会转互各部会去做。不过，有学者认为，讲无专门的机构伫咧推动转型正义效率，恐惊会变败。把握上尾的机会，甲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9个大字做伙翕相。促转会上尾一天下晡，未少同仁去大门口看工人甲机关的牌仔拆落来。代理主委叶凤玲嘛伫人店内底看时间，对转型正义的未来，伊讲这不是结束，是后一个阶段的开始。受难者前辈讲的，灯可以熄，光不会灭。相关的工作我们会一棒接一棒继续下去，所以我们期待促转会的结束是下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未来行政院会设推动转型正义汇报，由行政院长亲身做调集人。另外，嘛会成立维权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利恢复基金会，甲政治反红不朽的财产各行倒转去的代志。促转会各项的任务嘛移转予各部会。不过，有学者质疑讲，无专职的机关了后，推动转型正义的效果恐惊会变较歹。德国做了半个世纪的转型正义，还在推动。而我们不可能是用3年或是5年就完成，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法制化的转型正义的条例法规，来跟相应的机构来做一个长期推动的规划。目前政府规划，未来法务部负责处理加害者，内政部负责监督维权上灯，办理受害者权利恢复。也若文化部是保存不义遗址，甲研究政治档案；卫福部照顾政治受难者，甲家属所受的政治暴力创伤。教育部推动转型正义教育，国发会负责促进转型正义基金的收入甲支出，保管还有运用。不过学者也是希望讲，未来会当有机会搁再修法，互促转会恢复运作，互咱国内转型正义会当加速向前行。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立法院三读通过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未来直辖市的机关、县市机关拢爱上网公告财产申报资料。地方的民意代表拢表示愿意配合。公道并认为，这是打出扫除地方乌金政治的头一步。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第6条、第8条及第20条条文修正通过。立法院长游锡堃讲，艺术推宣布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三读通过，明定未来直辖市议员、县市议员拢爱比照政府总统、五院院长、立委、直辖市长这公职人员，从网络公告财产申报资料。消息一个传出，一寡地方民意代表拢表示乐意配合。那我也没有其他的副业，那也没有其他的其他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那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一般只要是行为正常正当的议员，我觉得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我想总统、副总统、直辖市议员、各县市议员，我想大家都要遵守这个规定，上网没有问题。更加透明的受到社会大众的公平和监督，也让民众在资讯相对对等的状况下，可以判读的更加的明确，做出更好的选择和判断。因为即马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敢若无伫直辖市议员、县市议员财产申报资料伫网络公开，民众敢会当亲身去监察院查，还有一寡限制，互外界认为帮助地方乌金政治，即个顺利修法三读。公民监督国会联盟认为，台湾民主会更加透明。让大家在投票之前可以了解这个候选人的成分。它到底有没有标示不实或标示不明？那这些我们谈到的一个财产申报的公开上网，其实就是它的成分的揭露的其中一环。不过丁凤玲强调，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民意代表，伫咧请愿拜托游说这个政治的做法，即摆法令界定无清楚，常常有公权私用、也加时间压力的情形出现。政治方面，也有一寡领域并无公开，未来修法也有一段路要行。记者综合报道。
快筛阳性算是较近的政策，真侪较真者拢使用这线顶看诊的方式。不过，听众者是听无医生讲话内容，即便有真侪县市也拢有提供线顶看诊服务，也有听拍的服务。若这目睭看无的人，部分县市也有关怀中心会当提供协助，甚至有专人到处理家己服务。抱持着很疲累的身体，做一些居家的垃圾的清理，甚至自己要洗衣服、晒衣服。可是我本身身体已经是这么不方便了。因为行动不方便，总先生确诊隔离期间，长照期间服务拢停。虽然生活也会当家己做，不过也是拄到一寡困难。搁再讲新长者，也包含是长者的类别。准讲快筛阳性就算确诊实施，也是有一寡障碍，互因真困扰。视障的朋友跟我反映说，因为他们快筛的结果要看有是一条线或两条线，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看到。还有像政府单位的一些 App 一些资料，它很多时候需要验证，可是验证不见得那个语音软体就一定读得到。有些视障朋友真的有遇到这些疫情的问题，第一个还是会打协会社工如果有需要协助的部分，也都是可以打电话给每个县市的视障生活重建中心。回报系统也甲实行看诊的操作画面，欠缺无障碍服务。视障团体坦白讲，使用起来无友善，部分县市敢会当靠专线，还是关怀中心等，互因协助。有少数县市有提供到处照护队上门服务。希望能够把所谓的这个快筛，然后问诊，然后送药跟后面的服务呢，能够4合1，一次到位。不过，新长者诊疗伫听障部分，实行看诊听无的人，唔知医生讲话内容，确诊是要安怎？今天真的有医疗上的需求的话，那一样也是透过我们手翻中心，然后来去跟医院进行预约，那这样就可以进行3方的视讯服务问诊。亲像伫新竹市政府整合病院方面加沟通服务，听障者透过派遣窗口预约看诊的时间，手艺员加听拍字的人员都会伫约定的时间上线。其他县市也讲，听障者确诊，是先询问还是诊疗，都会当申请手艺员加听拍字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今年照常举办白龙船，不过伫林园的中分渔港夜间龙船比赛，却传出有渔港议员确诊，搁再加上真侪渔船踏伫咧渔港半途刷走，林园区公所考虑了后，决定临时取消今年的白龙船。中分渔港4颗位高仔顶已经挂起来，舞台嘛要准备好势啊！今年为着活动做8只新的龙船，想袂到阁有5天就要肉粽节啦。林园区公所也是临时决定，今年的白龙船要停办。在船啊，属实无所在通去运扛，暂时运所位，这是一个问题。第2个问题就是讲，因为我的选手陆续拢有在请假，代班有困难，因为公司可能有人有去感染到。因为最近是雨水期，毋但避风港有真侪船仔，目前中分渔港嘛有780只船仔，渔民拢反映船仔无法度耍位，当地民众是烦恼疫情，因为团出渔港嘛有确诊。民众是烦恼讲，惊疫情的人会少较济啊，但是若讨海的渔民是讲伤过客啦，基本船仔有驶无路出去。中分渔港白龙船已经办29年，即马地方出现反对，就算是准备比赛已经开200万，公所甲市府讨论，为着安全，也是决定停办。不过爱河的龙船比赛是照常。记者陈家文为做高雄报道。高铁节特别到埔里这个镇公所呢，有办一个亲子活动，予时大甲囡仔做伙来白粽，还有体验版香菇现场做香菇煎。囡仔透过实手来做，会当了解到生产的过程。五一节佮好节肉粽节，不管是北部粽还是南部粽，处理北的上好食。南投埔里镇公所即阵办一个体验活动，予老爸老母带囡仔做伙来白粽，现场阁袂少时大店边啊加美角。香菇换肉，还有虾米，因为妈妈教我的。第几次绑？第3次。绑粽子好不好玩？好玩。好玩呢，这安尼搞到大家比赛袂走出来，安尼，这安尼落，安尼。这个甲这个好好，安尼就夹走出来，安尼就是夹啦。香菇猪肉，
个菜包一丝啊。啊，若无香菇会影响到口味。较无香，菜包爱有咸，食了后摆胀才袂胖哦。现场嘛，互囡仔体验焖香菇，斗阵做香菇煎，互囡仔了解香菇这项食材，佮知影要安怎来料理。有食佮有掠，大家拢真欢喜。做香菇饼还可以用来干嘛？吃，还可以包什么？像这样子。今仔体验吼，白粽吼，啊甲体验吼，咱来做这个香菇饼吼，尤其是今仔有迄三代同堂，这正好就是讲会当互咱每一个家庭，佫会当讲吼会晓白粽，会晓煎咱的这个香菇饼，互咱的这个食材为产地到餐桌，互咱一系列活动。公所办的这个活动，甲市农教育结合5日节，透过肉粽煎香菇煎。唔但行销保利特产香菇，嘛希望家长带囡仔亲身来体验，更较了解在地农业生产。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用台语实现在地农业故事。62岁杜花轎本地是台北人，3年前去到花莲新城表演，发现当地老人足侪拢无人照顾，就安尼先和当地的公庙合作，创立中照据点。杜花轎对一句台语拢袂晓讲，到即马才做阿公阿嬷上界好的伴。即阵服务35位时段，未来也扩大据点，继续用台语陪伴这个人看嘛。100周年纪念庆典。众人夜香团拜，新历5月23日天庆祝花莲新城定安宫开张圣王100年咯。尤其这个法会，咱甲做3天，食3天的素食，大家答谢着咱庆祝。大家拢知影这个疫情真严重，大家拢真主动吼，大家拢要戴这个喙篮吼，大家拢要做爱过来洗手。开张圣王由高叫做诞圣王宫，这间定安宫对日本时代就有，这22年来已经去过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等的国家交流，对庙埕到舞台车，拢看会到地方对民间信仰寡尔有心。台顶的时代大部分拢超过75岁，因拢是定安宫长照据点的固定班底。在后台无用甲因带的，就是长照据点的负责人杜花轎杜姐。2、3年前，杜姐对台北来新城表演，看到当地时代无人顾，加上讲伊介意恬静的日子，全决心搬来这成立据点。初来就艰苦，因为无所在。我该找所在，因为我袂晓讲啊，我讲唔对，阵拄爱为大哥嗰只替赛甲我教，无我才讲袂晓。对一句台语拢袂晓讲，到即马杜姐已经是时代上好的伴。我老师真好啊，介贤笑老伙啊。话呢，但是伊讲就练转，大家就爱讲出来，介好笑，大家笑甲笑眯眯。伊个笑眯眯，慢慢啦，就都学起来安尼。已经62岁，杜姐讲伊人生唯一的遗憾，就是袂赴对爸爸尽着孝心。即摆伊简单一个愿望。我做永远的，我做到我袂做，因为这老岁人足济，你也无来甲因照顾，因唔知要创啥咧。杜姐即马服务的有35位长辈，即阵也当伫咧起新的据点，希望继续用台语陪阿公阿嬷伫咧故乡养老。记者民警陈保罗、曾泰文华联报道。寄批打邮票，真侪邮票顶面的图样拢真有意思。即马就有一个出版社出版一本囡仔故，或者有故事的邮票，用10篇故事写台湾一年，要带大家看台湾各地头的历史甲文化。毛豆顶的邮票，详细甲看，每一张拢有故事。亲像这张安平古堡，会当看出平埔族人用牛皮换地传说，也有台湾民间信仰妈祖婆参大道公的故事。咱台湾真少出这种的民间故事的邮票，但是妈祖婆伫咱台湾的迄个民间的信仰非常的大嘛，自北平甲南平，大拢咧信仰妈祖婆啊，所以就决定要写一个妈祖婆的故事安尼。用妈祖保护大道公风的传说，希望囡仔真捌台湾的民间信仰。其实国外邮票常常用当代儿童文学做主题。即阵有出版社推出多本册，透过邮票来广告，帮台湾的本土故事代传。
啊，主要是讲，我感觉讲会当用迄个台湾各个每一个所在的故事吼，来表现咱台湾。啊，为什么要用邮票？就是感觉讲，即摆囡仔无啥知影邮票，啊，不过其实写批吼是一个足好的代志，因为你写批你能训练你的写，你的表达，你写你家己的代志，你写你的故事，会当甲人交朋友。周慧玲表示，邮票代表传达感情的批信文化，即便毋若有台湾故事，也有收集美国甲斯洛伐克的邮票囡仔股，要互囡仔透过邮票来参世界交朋友。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家己的布袋戏团三麦堂2020的布袋戏电影出顶半集了后，戏迷拢讲真好看，一直咧等精彩大结局。5月28总算伫咧家己馆表演艺术中心放映。紧张精彩剧情来看戏的民众，大家拢看甲真认真。家己馆三麦堂独立制作的电影如情似水，后半集正式公开放送。有民众炸红啊，甚至阁有人家己装作红仔的角色来看电影。这部影片呢拍得非常的好，然后老师呢就把有木偶的一些感觉或者是感情都融入在里面，就是有在关注三妹堂的活动，然后就有参与这样子。这出电影制作的时间拢总开8个月，所有的工课拢是团队的人甲志工完成，甚至阁有团员上过投入来带演。因为我在做造型嘛，所以我会用到一些漆类，然后再加上拍戏的时候还有一些粉尘，然后那时候我又不想要戴口罩，然后就是导致太多的粉尘吸入我的肺部里面，导致变成肺炎。你只要看过自己的还有自己写的故事，自己参与的呈现在大荧幕上，既然这么的精彩的时候，没有人会愿意放手。三麦堂讲，疫情影响收入确实有受到影响。加在志工甲戏迷支持，才有法度完成电影，这是大家做伙完成的梦想。嘛，希望透过这出作品，用无同的方式推动布袋戏文化。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第75届坎城影展结束啊，韩国的影视受到肯定。国民影帝宋康昊用《影总文站》这部片摕到影帝，然后导演朴赞旭也用《分手的决心》这部片得到最佳导演。另外，代表最高荣誉的金棕球奖是颁发给瑞典的无限比奖。Goes to Song Kang-ho。男排演员宋康昊以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头一部韩国电影《英离选文章 Broker》摕下男排史上头一座坎城影帝。港剧演员、强动员李迪恩、爱优等拢感觉真光荣。너무 감사하고 영광스럽습니다. 예술가 고레다 히로카즈 감독님께. Notre réalisateur. 宋康昊早因是南韩人，称作国民影帝人物，摕过多摆青龙奖、大奖奖。2017年的我只是一个计程车司机，2019年的驾升上流，更加予伊扬名国际。今年第7摆来到坎城，将以英离选文站内底转卖囡仔的洗衫店头家角色顺利来称帝。这是在2007年转导演封后以来，南韩的演员搁再一摆得到坎城影展的肯定。 오늘이야말로 제 인생에서 가장 중요하고 잊지 못할 날인 것 같아요. 예. 本届另外一个韩流为的是导演朴赞郁，以无确定的爱情剧《分手的决心》得到最佳导演奖，也是伊第3摆伫坎城影展得奖。伊讲疫情造成各界封闭，剧院拢空空，不过电影人也是一直拍拼，希望这个5路早日来复苏，也得到全场的拍摄。《分手的决心》内底搬带着一寡副的女主角汤唯，也是影后热门人选，不过最后败给伊朗演员扎拉阿米尔。 另外，这个剧情甲以往较残酷暴力风格无同，也引起讨论。 그럴 수도 있겠죠. 근데 저는 뭐 영화에 걸맞는 형식을 항상 취하려고 하는 거라서 또 다음 영화는 뭐가 될지 모르겠어요. 더 큰 폭력이 찾아올지도 모릅니다. 本届坎城影展最高荣誉金棕榈奖是由瑞典的鬼才导演鲁本奥斯伦执导的社会考试喜剧《无限比情》得奖。这是鲁本奥斯伦5年来第2摆伫坎城影展摕下金棕榈奖。常常摕资本阶级开导的伊，这摆以游艇遇到灾难，和模特儿加超级富豪身份改变，恶毒风格搁再互评审团震撼。公视新闻是汇总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基隆到新竹对25度到30度。
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大溪到屏东对26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4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禾，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